上青上 hit 的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榜。报道新歌发烧榜，拜个时间段内容准时伫咧家放榜哦哈。这个阿铁拉你好，是大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礼拜五哈，拜五。我们还是一样要从第5名报到第1名开始倒数啦。那公牛哈，这礼拜我那是赶快有非常多的台语新歌进榜，也有一些撒由那拉啦。美国撒由那拉啦，打歌期过了，打歌期过了，所以就撒由那拉。不会啦，但是现在换了一组撒尤里来了。讲起来是的吼，应用啊嘛，对咱这经济歌曲当中呢，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语言。对，曹公最近的那个纯情的撒尤里，撒尤里是什么人？知影讲撒尤里叫做小百合呢？小百合，小百合。那是讲无解水，你可能会认为讲是撒油咪。而且发音讲发唔对去，改变撒油咪。好啦，撒尤里，这个是良医。这个礼拜到底还有没有在榜上？撒尤那拉了呢？没。我今日为什么就爱讲撒尤那拉？好，来，先对第5名开始听起哈。这礼拜第5名什么人？第5名。就伫咧即摆这个时间、这个时阵，伫咧这个所在、这个电台，是老卡 B1 歌声悠扬，迄是对陈庆仁老师因遐所发出来、所看教出来这个歌唱训练班，无唔对，佫会当看教出一张曲盘，就是这个林慧神的丁秀专辑，对，咱就讲吼，做人做代志一定要知影丁秀，对吧？吼，譬如讲，我们有新的公式包，你就最好是用到有破掉，你再换。这个我跟你讲，人的歌词就根本不是写这款物件。我知啦，人是讲丁秀两个人的这款相处的这个缘分对啦，就是林慧神嘛，就是这首歌是咧写林慧神甲因翁的爱情故事啦，对 ，love story。对，这林慧神呢嘛是对咱波多联播帮歌唱训练班所训练出来的，所看教出来的专业歌手啦。现在推出了个人第1张的专辑嘛，希望讲大家多多支持啦。是，这也是由陈庆仁老师这次来帮他独立操刀，作词作曲，个心机聊嘞。来制作啦，来帮一下唱啊！你好，制作啦，然后编曲啦，没错，整个还有宣传，对都他一手掌握。这礼拜第4名，王建杰《气东辉》。这是王建杰老师呢，今年最新力作。对，啊，你遐歌曲内底是描写到这个所有在外乡打拼的人的这个这心情。对，曹公大领有一个朋友，是最近嘛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伊就有这种浮云游子的心情。是啊，那是台湾真好讨谈，大家就免出去。咱嘛来讲甲这你要悲哀啊！但是失业率现在的确是居高不下。无啦，这是世界地球村啦。嘛是啦。对啦。讲你无论讲你要找头路嘛，无一定讲一定就要伫本地。对。甚至讲这气动辉这种浮云游子的心声嘛，无一定讲是国歌哦。中南部拢来北部，这嘛是一种浮云游子的心声。是啊。对，跟厝内面的人吼。毕竟说见面的时间现在也越来越少。对啦，所以这个台湾人要加油，爱争气，爱这等啊故乡来这个听小咱父母，爱友好，是，好。所以这礼拜第4名就是王建杰这首歌曲《气东辉》嘛，希望大家当多多支持。是。第3名。闪烁影都市，暗风吹来，应该歌路，不容易唱。是，
是以前来唱歌遐尼低，无简单。沙油，我巴肚有枵啊，想要食油面。啊，你那是油面啊，沙油里，沙油里，纯情的沙油里。嘿，这礼拜是第3名哦。梁一，梁一，但不是梁一真哦，梁一真是华语的歌手。有当阵咱这个看到梁一的专辑吼，看连梁一真边啊，就是讲梁一真。梁一真梁一，我跟你讲，这种咱家己私底下笑的，都别提出来讲了。嘿，没有323，怎敢上梁一？喂，我拿这礼拜第3名是这个纯情的沙优里，梁一的纯情的小百合，嘛希望大家让多多支持啦，哈，好。风笑我讲，天也笑我痴，难忘孙第2名。妹妹背着洋娃娃，跨过了几所。这礼拜第2名，这里是梁美君啊，不是啦，戴美君呢？今天上新专辑，叫做《女神降临》。哎呀，安哥这是，他整张专辑吼，拢是用舞曲当做主轴。真的。安哥这一首歌很特别，叫做《坎嘎》。对不对？重要的是也描写到吼，伊是一个单亲家庭，是爸爸带大汉的。哦，但是。以前爸爸带大汉呢，就希望渴望这种母爱的这种感觉，没有错。好，其实起码单亲家庭就多呢。我希望讲大家真正互相就讲知道了解到一点，就是说当你有孩子的时候呢，夫妻之间的感情不是讲话切就切，你要去着想到，还要为下一代着想。对，有时候就算真的不得已了，但是还是要尽量维持一个完整家庭的感觉。对，还这里继续看嘎的，也是用这个以前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谣。妹妹背着洋娃娃。但这首歌上好是唔通小朋友听到，小朋友以后听到这首歌会觉得悲伤。这礼拜第1名，点点黄以玲的新歌，对，等台5年的新专辑，对，系啊，这首歌真好听，而且是无敌的组合去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我感觉这首歌让我感动的是，因为这个黄以玲完全抛弃她过去那种演歌式的唱法，而且真假音的转换也变少了，完全用真音来唱，很淳朴的唱法，反而显现出呢她的功力的厉害，他今麦音都内化，你知道？什么内化？对，功力内化。我以为是内地化，这样就唔通再讲内地，爱讲中国的中国。无啦，我调岗的啦，就无聊。好啦，咱今麦是咧讲点点这首歌，给我都要讲这个创作组合是非常厉害的。是作词姚若龙老师，作曲是谁？陈小霞老师。编曲洪敬尧老师。演唱黄以玲老师。我跟你讲，讲一个等等。真希望这未来啊，这个黄金组合会当来变做是搭着邵大伦的这个新专辑的这个幕后团队。你嘛先看我有后一张无？有啦。起价都无搞过拍光。我哪敢去要求加大师级？我说真的是因为以玲姐是我们台语歌坛的传奇，所以呢，同时间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大师级的人物管你讲出来跟这个黄以玲来做合作。对，希望讲大家让多多支持以玲姐的最新专辑，叫做点点，好吧，是点在你身边。这个新歌叫做点点，专辑叫做点在你身边。OK。以上就是这礼拜第5名到第1名，
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伫咱报道联播网才听得到。报道新歌发烧榜，我们下周见。就离开，莫责备，点点点点嘛是一种滋味。有一暝，你会面对现实，若无相信，解释嘛无意义。一旦切心，就离开，莫责备，点点点点嘛是一种滋味。发烧榜，欢迎收听红不让。你若听到伊的歌，伊的声，就会看到心内美丽的所在。黄以玲最新台语专辑《踮在你身边》，第一首推荐《点点》，前朝发行。你若听到伊的歌，伊的声，就会看到心内美丽的所在。黄以玲最新台语专辑《踮在你身边》，第一首推荐《点点》，前朝发行。你若听到伊的歌，伊的声，就会看到心内美丽的所在。黄以玲最新台语专辑《踮在你身边》，第一首推荐《点点》，前朝发行。